sargine morege shamu bijine dire toya talk show shonda ko talk show shonda ko talk show
我的不要比我见面哟，干嘛的什么？
是苗条，是小它的，那就是精神面子。然后真正他那儿有点目的，他那个灯整上面logo嘛，其实一个1000多公里，将近1000公里。他有点怕冷。放弃就不怕冷。其他的想多了。下雨了马上。哪儿下雨嘛？没下雨啊。哎呀，无所谓，当时那地方。你到那时候打到了才来。先把音响点着。今天就冷哦。你们家是怎么好
不是黑衣服啊，27号来看，搬到群里来准备上班。这样的心态的话，给你们学校一场。哪里？这是成都高新桥集外中心，成都高新桥集外中心
包括有这洛阳熊，啊，有那就那有个龙阳，个人配个地不有呀，不见个呀有呀，这那一路就离不够个的呀那些呀，这那一路就离不够个的呀那些呀。
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哎呦，有点那个哦。我是吃了放了那个来吃。你的狗狗呢？他知道小姐非常好吃，他知道看不出来。我跟他说了，他非常不乖的，他就是相信你是他没错。我怎么不知道是他看到过？长得是真的看到。哎，关键没吃掉，吃一口。不然你可以不帮你特价。可是我喜欢他。虽然说我要穿。是人，还有一个取证，他们取证嘛，他们取证也上班。之前本来也是市人，主要是以前取证在那边读书太远了，我们桥下的。我没有，我在那边去读。第三个。他说他下海取证这边统一了之后，像我一样经常他们两个就在成都，之前他们也在成都。这三个谁在成都？谁是基本在一起。
那个是1万5上。视觉上装修高一些，比较长一点点。看嘛，中华说的长。不是他这样过去的，而且他们就是。他们那个布置也是精神，也是。对了，你两个跑得过来？一个在电站，一个在，可以吧？可以，这个主意好。家人们，你们看一下我2000多分。还是买长焦才行，那个到400买算了。
经跳出来雕塑出来的，感觉那这个意思。水的情况，不那样吗？
结果也兄弟交生，恭喜不看你今天哟，我给他今天我小哥呢？啊，小哥。掏下去。新的。看来我们会跳哎，会跳，去了都会打锤，好几回会，慢慢就会跳。也是我们在跳。我们坐的和那个我们的屋盖一起跳。这个还在管事。这新过，3号这是一样的3样，这是个小的。面包
真的吗？起底。听到什么吗？我们那里不一样，你就到哪子就我的妈子。他在米店的中央米店的都是。啊。
专业的，我觉得还去差不多了。这两个目前是专业院校还有总院校。这是学舞蹈，一个教舞蹈的，是确实。整个体现在也美学生嘛。别人有别人的想法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你不能随便去，反正你在别人那儿做一件事情，别人可以怎么搞？我觉得党德榜，他们那种道德绑架。对。那凭啥子不跳啊？遵守别人的。带刺没有？啊？带刺。他们不要跟他们不一样的感觉。好像没得了，我好像买了。哪有？结束吧。结束了。几点？9点40。下午。哪个是你宝宝？错了。我的任何一个舞上跳舞。来了。哎，好，好久没看你啊。哎，李哥。全是那个色衣服了。在这。要红旗的没？他没来，他没来过，聊天。拜拜。第二有事情是啊，来，走了，天了，走了。吃饭。去了。提得好，他们提得好。一会儿就回拿回去了，你自己就去。妈妈，我给你念。那自己。喝酒。哎，还有这。我也找一个。快点来，赶紧去。我找一个。
我朋友的。哎，你没有电动车？有啊，哪个的？我朋友的。这儿坐一个，这儿坐一个，这儿坐一个。我骑电动车。哎，来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你把它骑电动车。可以坐在那个转的。刚去再约我，刚去。你骑他的车再开去吧。刚去啊？啊，骑他的。你们坐地铁吗？我骑那个阿姨的电动车，我还打着我没有骑电动车。哦，等一下，开去在哪里没有？开去。李老师，李老师，去不去？那我等你哦。少的了。然后一买。